现在是让你行婚了，对对，就是你找个形式婚姻，然后结婚让给别人看了。对对。他实际上你爸没走出来，你爸进柜了，你出柜他入柜了。是。If we're both not married by 22, could I be so bold and ask? 完成了。好，亲爱的各位道友啊，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的第4期行婚辣点式的活动。好，15号，请问你为什么要写这张梦？主要是父母的原因啦，因为我跟我父亲是坦白了这个事情的。He never cried. I never seen him cry before. And later he called me that you should find a girl, find a less quickly, get married. 我也拿我自己亲身说教，就是说现在我没有出轨，但是我已经行了，对吧？你可以跟父母去聊一聊。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时间的问题，是时间，肯定要敞开了。现在我妈已经能接受我不生小孩了，但是还是让你有一个下一代，对吧？那不还是一样吗？直接的肯定是无效的，就是委婉的、间接的跟他提，不断的提，然后把他思想慢慢的沟通，差不多中间经历了3年的一个时间，他现在慢慢已经能接受我喜欢女孩子。像我们，哎呦，人家都说你到现在你终于结婚了，到现在没有孩子，哎呦，好像人家都像背后说笑话一样的嘛。他这将来没有后代，谁来照顾他呀？还没人照顾他呀。我们老了肯定是周英来照顾。那你有点过了？点过了，然后可能变了离考。女仔認同呢，就係覺得咯，就係生得已經越來越，佢定要生得應該，佢啲嘢就不一樣了。比如說你要出去約會，我要出去約會，那誰照顧小孩？你爸媽照顧小孩？对。